會講解歐4史水鐵甲。歐盟排放標準歐盟排放標準 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s 是一個國際採用的車輛排放標準，而這亦是香港緊隨的標準。各專營巴士公司自1993年起購置的巴士，其引擎須符合歐盟最新廢氣排放標準1。香港目前採用的標準，是由2018年起實施的歐盟6型標準。所有新登記車輛須符合法例對各種污染物訂定的最新限值。歐盟排放標準是由歐盟成員國在歐盟會議中聯合制定的廢氣排放標準，分成輕型車輛 Light Duty Vehicles 2、重型車輛 Heavy Duty Vehicles 3、非道路交通用柴油引擎 Non-Road Diesel Engines 4三大類別。巴士引擎的排放標準歸類為重型車輛一類。歐盟針對重型車輛的排放標準於1988年訂立 Directive 88/77 於1992年推行第一期標準即歐盟1期1996年推行第二期1999年，歐盟訂立更嚴格的標準 Directive 1999/96 EC 第三期至第五期分別於2000年、2005年和2008年推行。2009年7月，歐盟通過第六期標準 Regulation 595/2009，於2013年推行。此外，歐盟又制定測量及相關指標，加強測量的準確性。中國內地於2008年4月訂立國庫排放標準，跟隨歐盟4期的排放標準，可見歐盟排放標準的影響力。最常見嘅歐4巴士8111、8112、8113、8114、8115。經常行程巴70號華貴去中環交易廣場嘅8111、8112、8113、8111、8112、8113、8114、8115城巴係最近復出嘅，而新巴5513就更市水經常冇冷氣同擺街。其中一